你好，歡迎返嚟，我係619，為你聲音導航。上一集我哋了解到我哋嘅遺忘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冒險，而內在嘅興奮感就係我哋回家路上嘅第一塊路標。但係知易行難，好多時我哋嘅內心就好似一個接收不良嘅收音機，充滿雜音，例如係社會嘅期望、對生存嘅恐懼、舊有嘅創傷同信念，全部都混雜一齊，根本就聽唔清楚邊個先至係靈魂嘅聲音。接落嚟所講嘅就係信號增強同宇宙導航實用手冊，我哋將會聚焦喺巴夏教導中最核心亦係最實用嘅部分，就係點樣辨認同信任你內在嘅導航系統，並且將跟隨興奮變成一個可重複、可驗證嘅日常生活習慣。巴夏嘅核心教導被稱為興奮公式，佢嘅完整表述係喺每一刻跟隨你嘅最高興奮而行，竭盡全力去行動，同時完全放下對結果嘅執着。呢一個表述包含咗公式核心嘅3個基本步驟。第一，辨識最高興奮，佢係當下最吸引你，讓你感到輕微擴張感嘅選項。據巴夏所講，輕微擴張感係嚟自真實自我，即係高我嘅信號。呢種狀態往往同平靜嘅喜悅、冇限制嘅自由感以及心靈嘅平靜一致，係真實自由嘅能量狀態。而你嘅選項唔一定係改變世界嘅大事，更多係一啲微細嘅選擇，係起身飲杯水定係繼續瞓覺，係打開本書定係睇手機。選擇嘅關鍵在於練習將注意力從我應該做乜改為呢刻邊樣最吸引我，又或者我對邊樣最有感覺。第二，盡最大能力去行動，當中強調嘅係行動同盡力。靈性成長唔係空想，必須透過物理現實中嘅行動嚟鞏固。盡力意味住誠實評估自己當下嘅能量同資源，做你真正能夠做嘅一步，唔好強迫自己跳得太遠，一小步足以改變振頻。第三，係最關鍵，唔執着於結果，呢個係公式嘅靈魂。我哋嘅頭腦習慣咗投資回報嘅思維模式，但靈性法則係你對結果嘅執着，無論係渴望定係恐懼，都會將你鎖死喺舊有嘅振頻之中，阻擋更大可能性嘅降臨。唔執着意味將行動本身視為目的，信任宇宙會以佢更高嘅智慧，將最適合你成長嘅結果帶俾你。明白咗公式同佢嘅核心步驟，我哋需要日常工具嚟排除干擾。咁點樣淨化內在嘅接收器呢？以下嘅4個練習隨時都可以進行。一、意圖清晰嘅靜心，每日花5至10分鐘靜坐，重點唔係停止思考，而係設定一個簡單意圖，就係我願意更清晰咁感受我嘅興奮。然後只要觀察自己身體嘅感覺同情緒嘅起伏，唔需要進行批判。呢個練習能夠降低頭腦入面嘅噪音，增強直覺嘅敏感度。二、熱情日誌書寫法，準備一本簿，每日記錄低今日邊3個微細時刻令我感到一絲喜悅，又或者投入，即使係好短暫。另外就係當我諗到聽日，又或者下星期有冇任何事情令我產生微弱嘅期待感，將佢記錄落嚟，咁樣係向潛意識強調呢個信號嘅重要性。3、能量界線設定，學習溫和而堅定咁對消耗你能量嘅人物、事情邀請說不。每當你為自己嘅平靜同喜悅騰出空間，你就強大緊自己嘅能量場，讓內在嘅信號變得更清晰。4、現實驗證遊戲，當你跟隨一個小興奮行動，例如係行一條新路返工之後，請保持觀察，睇下接落嚟嘅幾小時，又或者1日之內，有冇發生任何巧合嘅事情，遇到有趣嘅人物，又或者接收到意外嘅資訊。呢啲同步性事件就係宇宙對你行動嘅直接回應同確認，係增強信心嘅最佳燃料。喺實修路上，最大嘅障礙往往係你對某件事情感到興奮，但係同時亦感到恐懼。巴夏點睇呢種情況呢？佢有一個精闢嘅見解，恐懼只係偽裝咗嘅興奮，原因係任何能夠讓你靈魂真正擴展嘅新事物，
必然會衝擊你舊有同細小嘅自我認知。恐懼正正標誌住你即將跨越一個重要嘅成長邊界。關鍵唔係消除恐懼，而係與恐懼共舞，但依然選擇行動。你可以對自己講：我感覺到恐懼，我接納佢嘅存在，同時我選擇向興奮嘅方向踏出一小步。呢個動作會大大咁強化你嘅內在力量。請記住，靈性實踐並唔係追求某個完美狀態，而係建立一種同自己新嘅合作關係。你唔係要搏鬥，而係要學習聆聽同信任，然後踏出一小步。你嘅現實世界會從呢一小步開始產生漣漪式嘅改變。當你持續咁做，一個必然發生嘅情況就係你嘅生活模式會開始轉變。你可能會發現舊有嘅工作關係又或者習慣同你新嘅振頻唔再匹配。咁我哋應該點樣應對呢個咁大嘅生命變遷？點樣將靈性領悟整合成一個穩定、豐盛，同時服務他人嘅生活模式？下一集我哋將會探討點樣將呢套指引生活嘅內在法則應用喺創造你嘅外在實相，包括職業、關係乃至你對人類集體未來嘅貢獻。我哋將會見證由遺忘到記起，唔單單係內心嘅覺醒，而係一場全方位嘅生命重鑄。我哋下集見。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歡迎你留言、讚好、訂閱、分享。我係619，約定你。